关系在地新闻，咱继续要来讲百货公司甲大卖场的富有停车价，常常互一寡无富有停车证的车主来占用。就算真侪人不满来检举，也是无改善。台北市停管处讲，敢若内湖好事多这个大卖场的检举案，去年就高达1400多件。就算是平日透早，卖场内底嘛是足侪人的，足侪人去卖场拢会开车，但是富有车价拢去用占用。像儿童新乐园啊，然后各大卖场啊，都是有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就是明明他们不是孕妇，但是他们就直接把车停在孕妇停车格，那搞得我们这些真正需要的人就没办法停。网友甲实际状况翕来，放去你网络顶悬，富有停车价规排4台车，拢总无放停车证，怎安尼讲占用？甲卖场反映，但是因讲私人的土地管袂着。违规案件是有比较多，那内湖好事多已经有加强它的巡逻强度，也有针对违规停车的受举发，提醒民众不要去违规占用孕妇及育儿专用格位。根据统计，今年正月到5月，敢若一个卖场就有390件检举案，罚159件；去年检举案1410件，罚618件，但是占用嘛是无改善，看起来公德心爱搁加强。